无别啊。虽然咧看无啥货，但是咱咧知影真正即个忏悔的事实，因为忏就是忏过去的唔对，悔就是讲以后咱唔能够犯啦，唔能够犯啦，咱唔对做去啦，唔能够犯啦。哦，这是互我做一个比较啦吼，互我其实互我妈妈讲一摆，也为什么会我妈妈讲一摆？有一日，厝边有一个阿婆啊，来献银蕉，银蕉你听无？香蕉，献6条银蕉，啊，阮好6个兄弟啊，啊，阮老母就摕我顶啦吼。讲英暗就来，即个查甫囡仔一人1条，哦安尼啦。啊，我稳伫厝里啦，啊爱食叫头前1条来食，啊甲盐，我妈妈咧分银蕉，啊来点1条啊，啊就甲咱顾伫厝里尔，无然啊你来咧，啊我会来，阮老母就问我，你有食银蕉无？无，你要食香蕉？无，就讲以后有看啊，硬正。阮老母啊去举一支锤啊来到地，夹下来就摇。即摆到尾啊，甲讲有啦有啦。阮妈妈伫头壳把咱来无囝。哦，你若承认，我就袂甲你讲。我是讲你唔承认，无一条香蕉留3回。所以因此呢，咱来犯着过错，勇敢承认。啊，因为咱在这个人生得到了后，会当真正来明理真修，要来实办。啊，因为有人是啊种种的因缘之下做无好势，哦，啊，所以咱嘛是讲毋是有意的啦，吼，啊，就安尼求上天老母慈悲。所以，因此呢，咱的老祖师，特别互咱今仔日大家有这个机会，1年1次的这个年终回顾办，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好，啊嘛真正殊胜的因缘啦吼。啊，所以呢，咱今仔日是民国113年，这个年终回顾办，真心忏悔。再创新局，因为咱修学道大概拢几十年啊啦吼，上午学13岁，顶到16岁先考，啊即摆几年啊13岁顶到，啊我即摆80啦。70几年啦吼，70几年啦，70几年，讲起来。讲咱修办到70几年，咱嘛做者过失做者唔对的吼。咱唔敢讲咱拢逐项做拢对的，吼。啊，所以嘛有对的嘛有唔对的咧。啊，咱今仔日有当时啊吼，来而且坐听讲师讲道理的时阵，咱来回想，咱今是要忏悔，回想讲我今年有甚物仔会做唔对。有甚物仔会做了唔对，想想咧，当下跟老母忏悔，当下就可以啦吼。啊，若到下晡，咱做伙献香的时阵，当下会当想讲咱有做甚物错误，有做甚物唔对，啊，以后要改过自新，啊，以后要好命着有道有功有德。倒来大人幼人，咱以后来做一个补偿，安尼啦吼。啊，所以因此呢，咱今日爱知影讲，咱真心忏悔，啊，咱要按照再创新局来讲，用心而再来，重新再来，安尼嘛吼，咱有人遐做歹较只拼，咱会学做做歹哩较只拼。安排咧艰苦，所以咱其实修学道有这个因缘，互你讲
有做出来唔对，上天老母啊，甲老祖师，甲咱的叔叔师母，拢足慈悲，会互咱大家有也做入国的机会。也做啦，做啥嘢咧？啊，我哋讲着，所以希望咱大家因伫这个时阵年终岁末，将咱的目标讲出来，标明了后，咱就爱啥？开始拍片，计划每年的功夫，要安怎来拍片？要安怎再来重新出发，互咱的道路搁再更加方便，这嘛是咱大家努力的目标。因为何爱忏悔？地藏过佛诸佛然后，人为何爱忏悔？甲咱打一个疑问然后，因为人落于后天，受气并不育的影响，忘背了本来天父之性，必须为得而事，为理忘为，做下了。许多的罪恶错，咱因为有当时啊道理唔捌，啊唔知讲做了这项做落安尼对唔对？迄叫做唔捌犯错、犯罪、犯唔对，迄唔捌嘛去做错这啦吼。咱就唔捌啊，所以像咱比如来讲，咱较早大家拢是无先靠无食菜嘛吼。啊！你出来食鱼食吧，因为讲鱼啊嘛是要互人食，吼啊，大家嘛食足济哦，吼，安尼吼，毋过呢，较得到了后，哦，啊，上天慈悲啊，或者工师甲咱宣传知讲啊，鱼啊嘛毋是要互人食的呢吼，啊，咱开始即摆持斋修改，这是一个足好的这个做目标，所以咱会当持斋修改。但是咱以前咁食，啊变咯，加咁唔免停啦，加我来停啦呢，啊，咱以前咁食，我来停啦呢，古早人讲食人一口，行人一道呢，吃人一口要还人一斗呢，哦，行人一道呢，哦，啊，因为安尼咱要安怎行，所以原来是有当时啊，咱过去。累积来的因缘随恶者，咱唔知。讲叫咱忏悔，咱嘛不要来忏。我老有叫过去世我有捌啦。哦，啊你即摆过去世有捌，啊咱有做吗？我这个地方是也有做，所以因此，咱每一个人过去世做的，咱唔知，但是咱现在拢有做。哦，像咱讲的大家，有当时啊，拢少年年轻，就进入道门修道。你若要去开鱼啊，要去开鸡啊，要开老啊，要去做歹代志，讲起来讲，想着嘛真清白的吼，安尼别老做。但是在咱定业的内底，怎样？理解定业，咱以前精神咱做偌济，唔对，咱唔干。所以咱嘛是爱招安尼即个机会，啊来忏悔吼。所以因为咱忏悔哦，是落于无天受气并不落的影响哦。有当时啊做种种的即个错误目标，即个水果错。真正的忏悔，无先无大先，甲咱处分，有咧甲咱讲，何为忏？然后他有何为悔？倡议前天，参就是互咱过去世以前咱唔知影，所以叫做参。哦，互咱过去唔知影，像我过去我来知影，我过去讲已经开始偌济人，我嘛唔知影，我这世人我都不叫开人，现在是前世人开偌济，我嘛唔知。所以这个是参就是互咱参咱过去世哦的前天啊，参以往所做下的种种罪恶错，然而杀人放火、驾驶罪恶错嘛，
开人放火，咱就做好做。有当时啊，咱一句话开始做一个；有当时啊，咱一个动作嘛开始做一个动物。迄上学较早吼，做事啊吼，学较早做过事啊，做事听无？哦。这小朋友听无？跟龙啦。哦，啊，即摆迄水吼，咱迄头前水挂插，啊，拢甲做冻开，啊，有足济水，啊，有足济水，下底无水嘛，啊，下底无水就有迄个虫啦，遐个什么哪回来伫迄个无水迄个所在，啊，咱即摆吼，水甲迄个川甲浮落开，水又流落。哦，迄有当时啊，甲咱狗遐死毋知几百万，迄狗遐，啊，迄个虫，迄个种大滚你捌无？蚯蚓，迄毋知死偌济，哦，啊你若想，迄安尼一个手尔呢，咱一个手呢，啊杀死偌济生命，啊咱我无做嘛，有做。啊，因为咱大家可能较好命，无做过事，伊若无做过事，出来真有钱，就伊就较知影。伊较早拢掠一个汤啊，啊水沟就烫去啊，哦，安尼哦，伊个菜叶才做伙解表尔，哦，啊做伙解表，迄田下饮水落，啊大菇啊乌牛啦，有所不及。我那会需要了，所以因此，咱来知影，咱有意无意，啊有呢，咱若无安尼做，啊有人接受，阮全录音，迄录音会怎？我那有需要了，啊所以因此，咱杀死足济生命，所以咱来知影，咱今日虽然就是去杀人放火。但是咱有当时啊，做足者，咱就唔知，所以因此咱来知影好好。既然有这个机会，哦，啊，互咱大家知影，咱即摆开始想啊，我平时开始有只鸡啊，有去开始啥货，开鱼啊，开哪货，哦，有去做啥物唔对，借这个机会，伫咱的佛前，先佛的面头前。谈演唱会，我是个80哦，20个节目，所以吼，希望咱大家好好，今仔日坐伫遮，莫学袂伤，想哪会，想你近年来有做啥物错误，有做啥物唔对，好好用上言好好，用词来。用咱来做出忏悔，哦，安尼啦吼，即摆直接甲你答法。那蔡和在先有诸文啦吼，反复不定要忏主义的罪过程，反复啦吼，嘛不定讲怎样来忏，咱家己的罪过程。可是悔是啥物呢？悔叫啥物叫做悔？忏悔嘛吼，啊悔就是呐，永不再犯。毋通讲啊，着有忏无悔，有忏我无去做，悔就是呐，叫咱以后毋通犯啦，毋通去做，像学校头前一条金少换啦。国家叫唔敢，以后唔敢去去头前研究啦，唔敢去去做对啦，安尼叫做悔，哦悔啦吼，就是讲以后如果做相同的法律、相同的代志，所以吼真正彻底的忏悔，就是要悔之永远不再犯，罪过者就像挽回的不及格。所以，奉献上前给主，伊个来再看挽回不及格，哦，安尼
问题，我见人后变成不来改，安尼所以咱就想有做无完有过失，所以希望大家好生活到上真正忏悔来咯。那菜好来先出门了里面也要累长累弯，里面会累长累弯，是因为你有不同的规定，唯有不断的规定，才能真正的悔悟，才能真正的做过程永不停。咱为什么做了会晓，搁再发展？就是咱无规定，为什么定？就是因果定定。咱若咧因果定定，就讲导然，也是来读讲书，来做讲书工作要听，也是讲来不同做什么代志，来清点，来做啥货，了咱的愿。为咱的定，这种为咱的定，你做你的，别人做别人的，无啥会当做互你，嘛无啥会当替咱做。咱不一定就像咱像咱咧食饭，吃饭食饭，比如讲，我今日无爱食，叫阮太太叫我好，我出好我今日无爱食，我太太讲，你食我无？你食我会饱？你食我无？伊食我我会饱袂？袂啦这就是讲咱今日爱规定，规定不是讲今日叫别人去做，伊会固定就无咱。除非讲咱今日也会叫去拍拼，想讲要讨一个人。要讨一个人，无咱一个人物件讲了，迄个道心听着上着无爱来，无咱就较济来甲高正来甲讲道理好听，图迄个道心来求道，安尼迄就是真正，迄个固定的咱大家拢有。若无人来去做的，人去做的，公平伊的，公平伊的，你讲好我公平互你。有足侪人，拢甲我讲，前日来咧讲着足侪人，讲我无公平啦。你讲你会使一个讲我袂讲，你偌是你爱你客，你爱偌是你客，我其实无公平。但是我嘛袂管道理的，我爱你爱你客，伊客伊买，伊客伊买啦，个人做个人的。安尼公修公定，无修无定。咱若拢无修拢无定，各人修各人定，就是安尼。这就是公平嘛。公平不是啥，你若讲一家人会互相礼貌，真正讲今日你真趁足侪钱，你厝内无钱个来，我互你，因为我有钱，所以。会当安尼，有名的物件会当互相，无名的物件会当。所以也希望咱大家好好，今仔日规定啦这规定足重要。唯有不断的规定，才能真正的恢复，才能真正的做过程永不放弃。背的是无一念，看到就做；背的是无两念的啦，无两个念头的啦，所以看到爱做。有当时啊看到无做，人别人做呀。我做一个比喻啦假使讲咱今日来叫圣人不能，要看到他就是腿啊放伫遐，放伫遐门口遐，咱若看到，想讲这个腿啊倒来，你讲着啦，甲看到无感觉的，迄个感觉是爱你。
啊去给到法律较安全的所在，安尼也会对遐人公平。有啦吼，有公平。所以迄就是讲啦，做咱应该做。所以有当时啊呢，咱即摆啦吼，这是互我小可了解伫心内啦。咱真各位大家修学道，拢差不多有同个心。迄是我昨天我太太讲的啦。咱以前卡面在修啊，要有分两个单位咧整理啦，有分两个单位咧整理啦。就两个单位伊也有扫，伊也有扫啦。讲迄毋是我的啦，伊也讲迄毋是我的啦。我听阮太太讲的啦，伊也讲即个地若要互恁，你拢收钱啦。即个地若要互恁，你拢收钱啦。这是大家咧整理扫，这是还是维护咱省着的清洁。这含一块咱咧计较。你敢是咧修道？不是嘛？所以因此，咱是修学道，大家拢行功德相济，做了过头。其实迄面过头啦，迄面过头。即摆无啦，即摆你要扫嘛无啦，咱无收啊啦，咱无收啊，遐个人安尼无。所以因此呢，咱是安尼讲。修学道会当了完尽量了完，会当做尽量做。不管法师、财师、无畏师，想要扫个树啊，迄就是无畏师啊。你若逐日咧扫，逐日咧扫，你若会晓会扫地，你若有善意你就讲扫地扫地，咱这个土啊扫清气，咱的心地清气。咱的心地清净，安尼你若有扫，你的心地嘛是袂清净，所以今仔日咱大家修学道，毋通为一阵，咱应该是爱做三法。咱若会当讲，毋免人讲，咱看着就会做。有人做些真诶，拢会安尼啦，看着就会做。但是即摆的心情较无。较早，以前做迄咱10外岁，迄个20岁迄个时阵，是住伫中个迄一寡咱这道亲，有当时大家拢足团结足协，看下袂做了，大家拢斗做，迄足真迄阵这真正是道亲诶，真领导诶。做一下，跟我无代志，甲我咱都斗做，安尼，咱即摆想着是讲，我那种巧来，巧有迄个巧的有做，有地位有做，有巧的有做咧，所以咱要修伊个学道，真正爱提出自卫心，看着人的困难，看着咱的道亲咧做对。好，我们伸手甲打有当时人嘛足感恩的敢是安尼，迄个老人咧行做好势，即摆若要讲走安尼你行行较袂好势，有当时就心内伫手嘛好势牵的、巧的好势嘛感觉足温暖的，足快乐的有人互我安尼牵的语言愉快啊，较在的对。所以咱若看到人啊，咱就要帮助，甲牵咧，有当时行路咧骹尾软就知影咧，滑倒啦、跪落啦，安尼所以咱嘛是看到咱这老菩萨，咱爱安尼做所以毋通有这个怨无怨无悔。无责备的心去做，就是对，无怨无悔。你无怨，就是讲，毋通讲别人拢唔做，这拢安尼做，咱咧做，就是你谈的观点。毋通讲拢伊咧做，
当然有别人斗做是上好，咱若有要安尼做，咱人知影即个代志，招大家来做，安尼咱若无咱家己做，国家拢伊个，国家拢咱个，人讲计较讲，迄不是我的，所以修行道，咱爱真正，咱的心爱真正活。三，用发心愿，忏悔精进，这个我不诸文，为师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忏悔，从今以后改过自新，以往所犯的罪过错，不管是大是小，用发心愿，忏悔精进。所以咱的这个法律。咱的这个法律来交代，咱爱让咱的这个法律希望讲咱大家拢爱真正好好的忏悔，从今以后改过自新，过去唔捌。今日是咱大家有听着咱师尊甲咱讲的话，咱知影啦，咱就唔通去像以前安尼计较啦像以前安尼计较唔对啦，加做。都做多的演，但是看来咱拢无做要了，完不了都袂去啊！你到西方天堂，你若我来无讲对啊，我满不爱紧啊，免他讲对啊，但是所以头发加减整理，加减少，还有讲过的对，所以咱爱安尼好拍拼从今以后改过自新。以往所犯的过错，不管是大是小，用发心愿，咱即摆用发心愿，咱自今即摆开始，咱就好好，以后无论大小，我做会到的，我尽量来做。咱做会到的啦尽量量力而为，毋是讲这样物件咯，200斤要叫你一个付起来，这无可能的代志。我不师尊师父甲咱讲，多是了自己的，爱了自己的愿，了自己的罪，有感应，有感恩，忏悔反省，善分者有办法替你割转，例如个只会埋怨，就埋怨就是怨真言，不关心照顾你。叫上天如何替你割转？上天是看我们的七分心，以诚才能甘天以诚才才能甘天地。所以就是讲，先来拢是帮助伊，咱拢是帮助我，咱就无伤心先来帮助你，对无？今日来当有先帮助就较好，唔通讲我著叫先来来帮助咱安尼真正有先就对，伊是先本来就是因为咱无去感受着安尼是伊尔，所以这是要感受嘛，有当时毋是讲去看的啦，是感应着啦安尼毋免着安尼尽量做。因为学校的课程安尼教希望咱今日大家在遮是要真心忏悔爱遵守这个法规，遵守咱的运动，保持这个肃静。咱即摆人讲出来讲的7条安尼都观念的，当下抱合同，默念老母娘、老祖师、师祖。地主现在真心忏悔，流到嘴来了流到嘴来，让人当初讲的，你做善了，手抱合同，默念在心里头，向老母娘、向老祖宗、向孙子孙母、向各位法律主忏悔，这是好势的一寡经验啦真正。
你有真心忏悔，绝对上天真正真心不离去。这是的感受所以嘛，希望咱大家今仔日来忏悔，遵守犯规。最重要，咱大家拢参考以上的人才，满足人才，保持万来的肃静光严。安尼啦祝咱大家这个道路方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谢谢。感谢前人慈悲，前道